后来乡亲啊，5月底以来，台湾爆发着 Me Too 的风暴。华视新闻杂志嘛接到3位自由唱水味的爱好者出面来检举，讲因伫咧参加活动的时阵，互共一个姓高的男子来性骚扰，而且受害者可能有将近20个人。记者追查发现，洪指控的当事人是唱水界的摄影师。也毋过，伊是发声明来否认，讲这是诽谤，无排除要提出着告诉。目前这个事件要来厘清。相关的专家讲，不管是性骚扰，或者是性侵害，要举证拢真困难。但是只要是事实，而且有间接的证据，就无需要加工。伫台湾，性骚扰是毋是就是暗藏的社会常态？啊，是毋是有搁较侪毋敢出声的被害者呢？Me Too 风暴，来看咱的追踪报道。发生这件事情，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东西都删光。整个社会文化的建构之下，它是羞耻跟丢脸的。我们太容易谴责被害者，包括被害者自己都谴责他自己。我们在被他伤害的时候，那一刻就输了。最容易出现就是证据不够，这是加害者容易靠着这个东西觉得他可以逃脱。那个受害人数，我觉得一定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多，非常多。Only yes means yes，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民进党党工去年9月工作期间遭到性骚扰，未能在第一时间承接住当事人，那提供他必要的协助。那我想我们应该共同表达我们的歉意。他在测试我身为被害人，但是同时也是公众人物，我敢不敢站出来挑战他？诚恳的道歉认错，面对任何的后果。他所有都会找新人下手。网红小红老师出面指控 NONO 性骚扰，受害者还不止1人。那时候我整个人很惶恐、很受惊。你承受了你人生不应该承受的。艺人黄子佼卷入性骚风波。这一波的事件里面，我也是坐立难安哈。指控23年5月底，Me Too 的事件在台湾引起着讨论，一站接一站的案件拖到各界。采访小组更加接到动界线索，事件水上活动自由唱水，嘛出现着性骚扰，那不是个案，更加有人4年前就受害。当天晚上大家吃完饭，在客厅的人其实蛮多的，就是有男生也有女生。他睡在我旁边，手伸过来环抱接近胸部的位置，前有跟我说的。A 小姐完全想袂到，当头白日姓高的查甫人竟然对伊卡来手来。不过其实2个人都熟悉时，伊就发现对方的行为无啥事相。他有穿上半身的裸照，这也是第一次收到，所以也是觉得蛮震惊的。那有一次他就有说，就是可不可以就是类似借助我们家。就算 A 小姐保持距离，将姓高的查甫人封锁，不过2个人也是会拄到。国内潜水就是很容易不小心有遇到，大部分都是在潜水圈听到他的例子，在运动的时候跟隔壁的女生在聊起，他就说我也被告撑住过。我想说天哪，离开潜水圈竟然还会有就是一样的事情出现，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受害人数我觉得一定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多，非常多。因为光我们知道20个左右，一定有非常多我们不知道的人。看到他网上作品不错，想要邀约他一起创作。看他的社群也都很多公众活动啊，很多社团，感觉都认识很多人。然后我不觉得他是一个道德有问题的人。B 小姐参姓过的查甫人见面，讨论合作的细节。进来没多久，非常贴近坐在我旁边，我跟他完全没见过面，大腿贴大腿那一种，他的手放我的大腿内侧。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点警觉了，我觉得这个人怪怪的。他就说好，我抱下来，然后算我抱胸之后，他靠过来之后，我就会撇身，因为我是不愿意的。这时候他是抱着我，然后他的手肘偷偷的就是揉我胸部。雄雄卡来手来侵犯，互 B 小姐完全无防备，高打收起来拢会后甜目口红。有吓到，可是人的高马大，可能没有办法求救的地方激怒他，或者是做一些太激烈的行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女生就会害怕。B 小姐嘛，同款面对着被害人事后自我的怀疑甲否定，虽然惊吓，嘛唔敢找人斗相共。我觉得当时有点像
不可置信。我不觉得我讲人家会相信，没有人认识我，我也没有证据去说，我没有办法大声去说这个人有问题。过了一阵子，我朋友就突然贴了一篇 PPT 给我 ，PPT 的内容完全就是他对我做的事情吃完下午茶之后，他就说他要去放行李。当时也有觉得有点奇怪，是他跟朋友在台北借的一个工作室，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套房，有双人床、卫浴设备，当场是有点震惊。因为跟我想象工作室完全不一样，他坐在他的床上，拍旁边的位置说：“我们坐下来休息。”觉得很慌张，我没有坐下去，然后跟他说：“我们差不多该走。”然后这样来来回回了2、3次吧，然后他才说：“好，那我们走。”世界查甫人是做最低摄影的头路，还有一个工作室，技术是透过网络找机会参目标的对象。受害者大部分是爱唱水的少年女性。2023年6月，台湾唱水的选手到韩国参加自由唱水的世锦赛，世界查甫人竟然被选做随行媒体，受害者气甲向协会提出检举。不想要有一个这样争议的人物是随行，因为随行是24小时，至少有10天的行程都是一起的活动。有担心的人是压力非常大的。我们其实很担心他之后会用我是官方认证的媒体去接近新的一批女生，这是我们非常担心，最想阻止的是这件事情。经过被害人自主联手参自由唱水协会调查，发现8户世界查甫人性骚扰的人至少有15到20个。伊担任媒体摄影的工作，嘛伫事件曝光了后紧急法庭。陆续有几个受害人出来讲得蛮具体，他确实有可能变成是涉及到性骚扰的部分。我们其实当时主管的指示就很明确，就如果到这个部分，那其实就是完全不能合作。最后的决定就是先不要跟随着这个代表团出国这样子。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时间的处置啦，其实就已经有分成几个阶段。那后来很不幸的就是确认他其实是在最严重的那一块。女唱水员出面指控，整个查甫人捌店柜的唱水教室，兼且捌跳出来作证。整个当事人因为对女学员分寸无准则好势，去防自坑。他又跟我讲说，他只是没有去把那个界限划清楚。他其实是有意为之的，而且他会利用我们这个身份，然后就会去做一些不应该的行为啊。好像爆出了一件事情，然后在 PTT 上面，然后我看到了以后还蛮不高兴的，我就把这件事情放到了限动上面，然后结果被他骚扰过的学生，哇，短的个1、2个小时而已，就4、50封。面对指控，曾被害人伫社群软体唱名的控诉，整个当事人找律师发表声明，驳回讲一切拢是误会，无承认性骚扰，佮呛讲若是佮甲我诬，就涉嫌诽谤，将会按照法律追究这野料的人。法律界专家嘛指出，真侪类似的事件，被害人面对压力，佮加上基情困难，恐吓拢会极点。被害人也不用害怕，就是说，假设，比如说，像大雅这个事件，我们看到他，就是目前所说出来的内容里面，可能包含了事发当时他就已经有告知他的密友，他自己主观上是认知上确实有受到侵害这件事情，所以他所说的并没有悖于事实，而且他所说的内容，他也不是故意陷入人家于罪，而是他本来就觉得这其实是犯罪行为。就算5年的时间过了，你想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会不会像大牙一样被告、被发律师函？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别人告你，但是你说这样子会不会构成妨害名誉？是不会的。如果这件事情真实存在，你讲出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再加上说，你并不是去指责传述、捏造一个不存在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显然是与公益有关。目前台湾有性平3法，在无同款的场所，包括职业场所、校园、甲日常生活，分别保护性骚扰的受害者。虽然有律师来陪诉，要个受害者敢伫这款的社会环境有关危险。根据劳动部统计，每年有1%的男性劳工以及3%的女性劳工都曾经遭遇过职场性骚扰。推估下来，每年有25万的劳工都曾经遭遇过职场性骚扰的事件，而这些案件呢，每年更是呈现翻倍成长。在2018年，总共有817件，而来到2022年，超过2000件的申诉案件，而这其中呢，有80%的
申诉案件是成立的，另外也有80%的个案选择不申诉，成为性骚扰黑数。它有法治、有法律、有这些申诉的管道，但它中间其实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但是文化那个根深蒂固，性骚扰就是一件小事，这个说出来的话，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甚至很多的被害者会被谴责。我们太容易谴责被害者，甚至包括被害者自己都谴责他自己。衣服多穿一点，这么走在暗的地方，那个手电筒没有往上求救。你是不是喝太醉了？是个结婚的代志。我别讲哦，是不是没有拒绝？很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当天穿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对你？他对别人都不会啊！我的生活会不会遭受到破坏？我原本的工作，我原本的学业，我原本的交友圈、社交圈，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改变了大家对我的看法？那我又怎么样去在这里生存？会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大。卫福部保护司统计，2022年有1585件性骚扰的申诉成立，其中探去花钢筋或者是吸毒的身躯是这5年来上侪性骚扰的行为，再来是讲偷看或者是偷袭，也不过最后真正有行到司法庭诉的，敢若6成。当发生的时候，每个个案它是孤独的。所以他要去说出来，或者这个他要有太多的考量，有证据的问题，你可能会受到很多的质疑。那甚至周遭自己旁边的人，甚至自己也可能会自我谴责等等，这些都是会让所有人退缩，因为那个压力太大了。这样子的对象也都是所谓的熟识者，跟他在互动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很多的就是防备之心，所以也因此你其实不会在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随时打开你的录音机、录影机。所以在这样发生的时候，这个也会是就是加害人他了解的地方，所以因此他可以在这样的场合里面对你就是恣意的施暴，然后他知道你没有证据。尤其性骚扰申诉的案件内底，中下时之间的申诉敢若20件，其他拢是青份人较侪。也过这个场所内底，反式性骚扰明明是上界严重的问题，所将近一半受害者当作是军生笑，无人烦恼会妨讲闲话，或者是会不透露，选择吞准。加害者其实在中间过程当中，他会持续的威胁的，他并不是说我今天犯了一次案就结束，他可能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告诉你说，在这个圈子里面我是拥有一定的权势的。如果你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你要面对到的后续的这一些所谓的事情，有没有人会相信你？持续的威胁，或甚至是我手上掌握了一些可能对你来讲不利的这些证据，因为通常这些加害人都是预谋的。加害者是很会花心力，其实犯罪的人他会很狡猾，因为他是一个密室犯罪。但是我还是要说，那也这是加害者常常最容易靠着这个东西，觉得他可以逃脱。面对性骚扰或者是性侵害，到底有什么应对的方式？性骚扰这种举证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那我们通常会用一些情况证据或者是比较间接的证据，比如说你如果事后有跟朋友讲，你当下有跟朋友讲，然后你跟这个人又无冤无仇，讲话的凭信性就比较真实一点。当然，言语性骚扰那个是有人传文字讯息立刻截图嘛。事发后6个月，你一定要去就是你要去提起告诉，或是你至少要去报案，6个月内。然后我这几天就是听了很多，其实我很难过，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我在看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又一个人要跟我说，可是我不敢讲，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很难过。他在继续用一样的行为来对待一些新的自遣员，然后就觉得有点生气，就觉得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出来这样。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被他伤害的时候，那一刻就输了。但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是减少让下一个更可能受害的人。尊重的教育，我们在推所谓的 Only Yes Means Yes， 意愿的尊重。意愿这件事情讲起来很简单，可是化作在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这样的理解吗？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子的去，就是理解到别人的
所谓的回应，然后我们去修正我们自己的行为吗？以前的不舒服不敢说，就容忍。那现在大家觉得我不需要再继续容忍，我很想把我自己心里的东西或者我的感觉去真实的表达出来，也希望对大家就彼此互相尊重。对，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在2016年的时候，当联合国妇女署他说了一句话：消除性别暴力是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它不是 mission impossible。它不是不可能的任务，而是我们这一代的使命。现在就是这个时刻。We can't all be sluts. We can't all be asking for it. I am here to give you permission to be angry. This reality might not have to be our reality. The shame is not ours, Tony. 2006年，美国女权人士博客大声发出 "Me Too" 宣传的口号。Me Too 唔单只是抗议性侵害，嘛包括着性骚扰的行为。2017年，美国好莱坞爆发着性侵的事件，都开始带动 Me Too 的运动。如今，台湾嘛爆发着 Me Too 的风暴，互经过30档妇女运动的台湾社会，必须爱认真面对、严肃反省、甲思考。